早晨，今日係2026年3月3號啊！2026年第一次拍片，我而家又嚟行山，好熱啊！今日而家春天，又熱又潮濕，加上琴日又落過大雨，所以今日嘅天氣呢係非常之潮濕嘅，啲路面幾濕，行得都幾氣喘嘅行車路。不過做運動呢，就真係要有咁嘅效果先，可以達到運動效果。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！有啲路潮濕嘅，濕滴滴又滑，所以要好小心啲行。如果唔係跣一跣咧，呢副老骨頭真係頂唔順啊！陰天潮濕天氣，有人落嚟咯。到達目的地4公里，夠數。今日幾大霧，仙氣飄飄。成個仙境咁樣，企喺個山頂，一片雲海，能見度好低，成個山都係變咗霧水啊！而家有風啊，有風有霧水嘅，有啲涼啊！而家停低就有啲涼。落山啦，出完汗，而家落山有啲凍啊，着返件外套先。飄緊毛雨啊！我今日望唔到落山腳嘅，落山玩嘢食先咯。今日嘅運動量完成咗啦，出咗汗，排咗啲膽固醇出嚟啊！返到屋企啦，整咗幾多好嘢食，全部都係自己鍾意食嘅嘢。廣西鹹肉粽、烚雞蛋、煎雞蛋，呢個係蘿蔔乾、冬瓜，哇正啊！沖返杯咖啡先，非常之正。開飯。好味。
好食好甜。